楚啊，跟二姐出去好玩吧？小妹，苏小，哎，小妹，苏小，说的人在说话。这怎么半天就变了？哎，小妹，二姐都带你们去公园玩什么了？滑梯、转椅，不告诉你。哎，小妹，大姐也可以带你去玩啊。我不信，你就别浪费心思了。小妹不会信的，你整天就是待在家做饭、洗衣服、买菜，你没有时间。小妹，大姐肯定带你去玩，大姐一定带你去公园玩啊！别烦我。小妹，怎么跟大姐说话呢？你什么都不会，二姐什么都会。二姐跳皮筋跳得可高了，四姐伸手都够不着。是啊，怎么了？爸，没事的，您不用担心。你说说看，也许爸爸能帮你呢。爸，他们都不理我了。刘凯不是说赵雨初要送牛棚去吗？怎么还没动静啊？估计还不够格吧。徐美荣出身就是富农。嗨，富农不是小了点儿，他要是地主，你看看，早把他整倒了。让他当居委会副主任，那是因为街道办事处主任以前跟赵雨初认识。哎，算了，说这干嘛？早点睡吧啊！你要记住爸爸的话，从古至今，小家也好，大家也好，国家也好，家和不败，姐妹纷争是家必破的。家不是一个人的家，是大家的家。啊，和谐是需要付出的。家和而不败，和谐需要付出。爸，吃饭了。知道了，去叫他们起来。天天睡懒觉，像什么话呀？我知道了，我去叫他们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扣子啊，从第一课开始扣就不会记错。来，你自己试试。对，你二姐说的对。来，以后啊，你跟你二姐学，比跟大姐学强多了。二姐懂得也多，二姐讲的故事啊，大姐都爱听。以后啊，要好好跟你二姐学啊。好了，二姐啊，妈刚才说了，让你们过去跟爸一起吃饭呢。苏布，你也快点啊。那哪儿学的呀？你有千条计，人家不接招。这回你比他傻。二姐，这裤子怎么穿快呀？自己都拿着。北京的刘伯伯给我爸来信了。北京的刘伯伯来信了，看，瞎嚷嚷什么呀？什么？傻了吧唧的你！冬眠，快给妈妈念念，快！哎，咱们家没有拆别人信的习惯啊。你不拆啊？这可是关于你的事儿啊！就是。妈，天助我也呀！你倒是给妈念听听啊！就是，考试也让我们沾沾光。对，来，哎呀，你念。
宇初老弟来信收到，关于你女儿赵素棉进民航局一事啊，我已和他们打了招呼，估计问题不大啊。但此事要保密谨慎办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二姐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这就听不懂了。妈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不能往外说，得保密，听见了没有？素棉说的对啊，你好好听着。快！妈，我爸这是怎么了？怎么那么多人带着我爸回来了？带他进去找，你们去那屋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得去。妈，哎，他们抄家来了，谁也不许出去！你个傻老大，你又冒傻气气你！这不是邻里之间瞎闹腾，这是政治问题，是大事儿，谁也不许动啊，不许出门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去翻我爸那些书，我得去看看。我不行，你敢？你找揍呢你！素不，把凳子给我。妈，告诉你们啊，今天谁也不许出这门啊！再大的事儿也不能出去。哎，不用看啊，都是白费劲儿。你说刚才我怎么就给忘了呢？我已经把我爸的东西吧全都给藏。嘿，反正妈呀看过《空城计》，知道诸葛亮吗？妈就是诸葛亮。哼，他们呐，随他们的便。队长，什么都没搜出来啊！像这种臭老九家里，怎么也有几本反动书，好好找找，快！有了，等着。我现在做出重大决定，从现在开始对你实行24小时监控。我限你明天上午10点之前腾出2间房子来，由刘侃负责对你的监控。我听党组织的，你们说了不算。是，我是说了不算。可是明天上午，我会让刘侃拿着说了算的东西来找你。到那时候，你要是没腾出房子来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信不信？我能让你腾出3间房。我相信，你们这不都做了吗？真的还在，太好了！我得敬您一杯。今儿要是不是您告诉我他们老赵家菜窖里有猫腻，整个扑空了不说，我哪得那2间房啊？那你说，你怎么谢我？看你这话说的，刘侃跟我没出五福，怎么都是一家人？来，咱们一家不说2家话啊，喝酒。话是这么说，嫂子，我肯定会让您满意。三叔，您怎么不让工宣队把他们家傻春给治了？您不知道，咱这院属他最凶啊！开玩笑，工宣队怎么怕一个傻丫头？你等着好戏瞧吧。你三叔我主要是负责他们赵家一举一动，敢炸刺儿就整他。小春儿，你可别胡来啊！工宣队的可在这儿。你说说你，都那么大岁数了，怎么还干这种缺德事儿？放肆！要干什么？啊？知道我是谁吗？完了你！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就劈了你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你动刀子的话犯法！傻老大，犯法！别动！哎呦，你还快给我住手啊！妈，你别管！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再敢胡说八道的话，我就用这把刀
割了你的舌头去喂狗，听到没有？哎呦，你比赵本派还厉害呢！你这干嘛？你让我省省心好不好啊？哎呦，王八蛋！告诉你啊，别惹他，练过武功。你的胆儿呢？怎么怂了？他一傻了吧唧的，你还真跟他动真格的？傻了吧唧，他什么都不怕呢。这回领教了吧？这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你了，我就知道你又给你爸捅娄子去了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你就给我省点心吧。妈，我就咽不下这口气，王八蛋！哎呀，咽不下也得咽呐！快搬东西。哼，走着瞧。老赵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只听我说话，你别说，同意的话你就点头，不同意你就摇头。我也靠边站了，但我的情况不至于到你这种程度。老二的事儿，刘凯生给我来电话。